善者。现实的社会，大家着爱拼，谁人无爱好命？地照上路，免怨叹歹命，做人着爱认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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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命。新昆州大儒教，明朝的名臣安天祥不满苏彦文的控刑，在杭州城外卡设竞技场，特别收拾苏彦文咯。另外这边面，外乡的社狗图立一百，带领独角赤狗在另外一个所在头等安天祥的照片。史君主啊，要我甲你出这个外号“玉圣人”昆州大儒侠，嘿，你唔能见过了。店东，你的过奖恐惊会引起众人袂欢喜呢。啊，老实讲，那论你的才貌吼，我甲你出这个外号绝对无过风啦。来啦，老公啊，苏英勇啊，迄个安天祥迄个体重哦，设一个竞技场哦，都有这武术界的人比试。哎呦，老家母啊，你大惊小怪哈，啊，他设个竞技场，甲咱哪有什么关系啦？哎呦，你这老站头啊，你拢唔知影半项哦。迄个竞技场的大门帘吼，写一个滚打分酒苏彦文，卡塔乌北海乾坤。啥物啊？滚打分酒苏彦文？哦，安尼唔就向阮主管挑战的吼。好，我去甲伊比一个看卖咧。用字转来，冷静。是啦，主管。哎，苏君主啊，你互我拖累真多了，店东不必看怀疑。此事由我自行负责就可以。用字在，咱往到竞技场观看究竟吧。是，对下来。嘿，这个苏彦文哦，真正正是当世大好见了。300嘞。你点解看呢哈？我要来去看这个竞技场，看一看，我就便知道。各位小姐，各位小姐。我是正瑞大主江天，这个副瑞大主是我的小弟叫江虎。这个竞技场的主持人就是咱杭州提督爷安天祥的。好，小姐，今日咱提督爷举办这个武艺竞赛目的，就是为着招贤纳士，武艺高超的人为国效劳啦。来，四海英雄九九好给听着。若是要入这个竞技场，首先啊，要点轻功，跳起你讲大锣讲的弹，安尼才会当进入，然后才甲我对峙。若是拍着我的身躯拍一拳，赏银5两；踢我的身躯踢会着，赏银10两；拍我一刀，黄金4两，彩缎5匹啦。然后连胜阮2兄弟，提督爷会甲恁聘用啊！拍擂台要度个成功当路，这唔较简单，压腿。喂，袂使你用腿爬起哩，袂使你用腿爬起哩，安尼嘛是较简单。翘石头啊，甲你结，慢只，安尼袂用哩，安尼也袂用哩，安尼也袂用哩，安尼我都哪有法度，也哪有法度，三坏。我的意思是讲无法度。啊，若无法度，你就转去嘛。稍等咧，啊，就爱点轻功，啊，就压裸腿，安尼去你甲讲哦，看，安尼才会当入去心。当然啦，安尼嘛是真简单。裸腿衫咧，点一步密步找空，
人有袂歹。喂，你几号？我都老师，老师，呀，你头拄啊讲红拍一个小银5两，无错。来，5块摕来，我也未发开始咧。啥人说咧？吼，小拍就搁发伊哦。你甲听看咧，讲小拍就搁发伊啦。好啦，我听你5两，打。所以啊，你都要事先先讲我清楚，讲我明白，吼，安尼只大家袂发生误会咧。来，10块来，我还未讲清楚，还未讲明咧，10块来啦，莫搁大赖啦，赖屁鬼。对，好啦，10块咧。我你讲我小等下啦，我钱调好势啦，我袂臭陪你咧，食烧食冷啊！气死我！老师你这个老啊，叫你争一个读一个，我了15。写一个滚刀分州水盐文，卡塔乌白海乾坤，真是藐视我十足。我起来甲伊拍倒。行政话你都爱写字啦，我来。你的轻功未歹，贵姓？乌白海乾坤。哦，你是乌白名手。下毒手给收地斩杀。是。海乾坤。听讲你的调查以前也是在京都伫咧当迄个禁军教头心，免讲遐尼多啦。你向我的挑战，我当然接受。安尼好，领教拜候啊！雷大主江天，当着海乾坤高手经过所发被困不下，江天特别使出黑虎土星的绝技咯！呀！行政话，行政话振作起来，行政。你一命乌好哀哉啊！姑娘灵性未死啊！这个药单赶紧给落在口中，甲扶去老家店去静养吧。多谢君主啊！主管，我先起来甲伊比一个看卖。容易你都要小心哦。我会晓。嘿，臭小子！去食恁老母。小娃娃。我恁阿爸，你真苦！等下你就老苦。大哥啊，你小小困一下啊！这个唔正囡仔，我来个精力都真多啦。来，我这里副雷大主叫做江虎，拄着我你就艰苦。看招啊！江虎使出5虎扑羊，用力敲向边前，安然无恙。用力的运出回旋拍，踏中江虎的名门，江虎不敌死朋友。小鬼啊！你甲拍死我的兄弟！这就是叫做小鬼掠成王啦！看我的黑沙掌！溜去台阶咯！提督呀，我的兄弟被这小鬼拍死，将兵士啊，快围剿这个小孩子！请问提督爷，假使你若是安尼做惊动民众啊，也是我的家当有罪，我当会上官法办。但是你过是有写明白，竞技场比赛发生伤亡，依法无间也无枪命，而且雷大主先使出毒手，特别伤害我的家当啊！也提督爷无端命兵士掠人者，不但做法矛盾，还会引起民众的抗议啊！你是谁？分州苏彦文，好，江天以他比武吧，遵命。苏彦文。咱第2处见面咯，这处不必争处。当然啦，
金不如前，但是看灵地之术，我乃发出恻隐之心。顺阳将虽然专敌奸臣插主，史言文的顺阳将虽然专敌奸臣插主，我羊头未搞败竞技场，赶紧收起来吧！跳。喂，大家较守法的较好，听无？唔通目睭皮结看看啊！拜拜。提督爷，我对杀他，请问。如此杀他，恐惊难惹百姓泥木啊！来，二处。我以苏小主誓不容忍吧！老家店的头家哦，而且这个船互咱坐，实在足好坐，佮足水的呢。是啊，老三哥伊对咱十分的诚恳。伊做人足豪爽的呢。容易，这个西湖有名胜八景，头拄啊，咱驶对遐过，遐就是叫做三潭印月。你看，远悬的山叫做虎丘山，山上有一所寒山寺啊。足水的，主管，我最爱听你吟诗呢。好啊，我来吟唐诗中的一首。好啊了，我写你共听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风起雨对秋莲，姑苏城内寒山寺，夜半将声渡客船。好听。少年的诗文袂歹哦，少年呢，贵姓芳名呢？在下汾州苏彦文呐。啊，令尊敢毋是苏杭州呢？是，老少以家父熟悉吼，真熟啦。听准了，甲我听较紧嘞。老朽姓美名闪然呐，令尊是我同僚之友，听说在外乡，爹亲捐躯在外乡。所以为着安尼，老朽时光体质，带小女乱水，特别等来鼓励江西风道关，也顺便来游这个西湖夜景。今夜幸会贤弟严文礼啊，美叔，请回老家店谈宿如何呢？真好咯，永暗甲你带咧老家店嘛是会使哩咧。顺夫顺驶回老家店嘛。主管。水内浮一只怪物咯！容易，你是伫咧幻想心。有影啦！容易小心！怪兽大甲车高，滚翻着所有船只咯！这个时阵，苏阳门主播性命在摧毁之地。车高，特别对只容易咯。阿弥陀佛，现在有人犯难，我就不救担太岁来呀。说出我丢你乾坤法。阿摩尼，巴里摩，红暗天。来烧着我的丢你的内面，甲救回灵鹫山三宝寺，
这个就是苏彦文的师堂，叫做杨怡，甲我师徒有缘。我认真传授伊的功夫，以后帮助伊的主人苏彦文解脱七死三灾，起耶！哇，酷咯！我一个好卖使啊，彦文啊！你人生遐英俊，演导是安怎来夭寿啦？我正咧想要甲你收起来做卖使，遐尼全啊沉落这个西湖。哎呀，阮小妹选歌无去，小妹啊选歌风言报应啊！我一个好卖使啊，彦文啊！喂。你要惊死我呀？我的湖水直直涨起来啊！你也无要走，你是世间偌久嫌先心啊？是哦，若讲是哦，无什么可怕啦。古人言伫咧讲啊，以贤人当死，不以愚人当生。什么意思？你唔知呀？就是讲甲牛人做伙死，名留千古啦。也若甲戆人活咧这个世间啊，乌狗伫咧争猪哥啊，迄我那无山小路用。安尼你都是讲我戆人咯？你唔通误会，我是比如安尼讲尔。牛人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唔知啊？温州大儒侠苏彦文已经沉落西湖啦。什么啊？温州大儒侠苏彦文啊？是啊。我伫坐班我都听到伊大名呢。这个人是文武双全。我早都想到要甲伊交陪做好朋友，也想袂到讲今仔日这个苏彦文啊，死咧这个西湖实在真可惜。我落去找看卖呢。啥会？人死啊，你找到有啥物路用啦？假使伊若死哦，我找伊的尸体起来，看伊到底生做啥物款模样，安尼我嘛甘愿。安尼讲嘛有理啦。嘿，你少年人，你啥物大名？溪边罗汉铁乞食啊？你就是乞食哦？唔是啦，我姓铁名乞食。铁食，我听讲乞食，我赶紧落去找苏彦文啦。嘿，这个人实在有够勇敢。听到苏彦文3字尔，连衫裤拢无脱，全啊跳落西湖。天公地公，山界公，有英公啊，土地公，你着保庇这个乞食会当找到苏彦文啊，要保庇啊！嘿，救着两个。这个是哦，你目睭是查克的哟。苏彦文是少年人啊，赖烟头，你救这老狗要死哦。老的嘛都救。但是查某的头好，查某囡仔嘛都救啊。安尼对啦。老阿伯啊，小姐，哇，搁食水哦。别人是我惊到迄款啦。天气食，我就是老三啦吼。我即马自从这两个人甲带倒去老家店吼，甲伊医疗好。你赶紧搁落去甲找彦文哦，一定要找得到，我一定会找到啦。好。你若等我小弟哈，家父等下老家店解救。叶兄徒，对，你今夜到这个老家店，将老船哥给我抓回来，遵命。害人的车高，苏彦文的顺阳江不能永稳呀！苏彦文大剑夺车高全身发蓝，刀枪不侵。这个时阵，苏彦文得要使用顺阳江咯。我顺阳江。苏彦文得要使出顺阳江咯。顺阳江极力万斤，击中车高的头部，中将的车高正水而堕落。杨姨，李叔叔，乱吹，我伫西湖江内找无恁的身躯，莫非是被怪兽吞食了，或者被水冲流？
微笑、乱吹，永义你死得可惨啊！这方面，艺术体者吹波苏彦文也心情也万分的着急咯。在闺房内面的杭州财女老三哥，听到老三说出苏彦文偶然的种种，伊也万分的抽离。这个时阵，夜行都输出微分香。阿秋，第美人，大会招庆时。三哥啊，三哥啊，三哥啊，你别烦恼啦。吼，有一个艺术体育者吼，一定要救严文转来啦。哎，迄个未完月，甲因查某囝都拢甲救我咧。三哥，三哥，哎，那无看伊啊？哎，啊，一卡鞋，哎，在哪呢？三哥啊，300个啊，安怎？阿王啊，恁姑娘我无看啦哈，恁小我唔使去到赶紧找看咧。哎呦，阮姑娘我唔知来去变数无。哦，别讲啊哈，伊听到严文哦，沉落这个水河，凡事全走去自尽的，较紧的啊，找看卖咧啊。天亲人情。溪边路环体教，伊发现了两个夜行人行踪可疑，急急追落。苏彦文发现三道乌影也电轻钢追着了，危险！苏彦文甲体教陷入危险之境，结果如何？请看熟悉《新魂州大儒侠》。